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台湾10多年来，薪水如无成长，更加许都市打拼，怕无头摆按上年的哟，也许多后生的会想要回故乡耕种，日日都市心也够挺贴，也可能是农业发展的新机会。以农业为主的屏东县人口连续11年负成长，5年来都是全国报名上来5名以内。人口外流案例会造成农业劳力不足，技术减多。屏东县政府为促导向后生的多转去屏东耕种，推出的燕南币计划，用2年倾到24万元的农业创业金，补助72个45岁以下的屏东人回故乡。按呢个计划，想得到后生人么？因正农业留唔系后生的屏东，更有可能各靠农业同后生人迁到转来。同人口外流的情形，当下来呢，向下来探讨。屏东县嘉东乡嘉东6间2村，当年9月正月12由达福昌拜神灯的秀，福昌都的安作乡，喺2村去年有出灯的人家建封的神灯板，看有几多盆，就提供有几多鹅鸭尾，做得讲係人愛集中嘅户口普查。去年呢有3盆，今年呢20盆，也都俺哋现代呢各年呢记录，上去看谱俺那有清楚。嘉东乡人口最多的时期，当年有8個盆來拜，按照鄉嘅神燈板，強變到無奈變，更加俾人見用減少行過曬出去。按多年來，按照鄉有一般客家路空。連續5年盼拜神燈、拜神經20的萬萬鄉、萬萬社區發展協會，因為23年來，鵝鴨尾就存無失的，今年韓國係頭一擺停盼。事實上，主要係農業的屏東縣人口成長率已經連輪11年負成長，5年來路睇全國民航上來5名之內。對民國95年冇到90萬3人過後，去年4年減少，去年1月全縣人口有85萬7939人，短今年1月人口數又少為6003人，再就增多人。其實，在現今的社會上來講，其實多數的年輕人比較向往的是都會區啊。我想這個是大方向是這樣子啦。那最主要是因為在整個屏東縣是屬於一個農業的大縣，那其實在整個周遭的整個產業上來講，它並沒有提供這麼多的一個工作環境給這些年輕人，所以非得在他們求學之後呢，要向外去謀生。可是，在這樣的一個人力外流的現況上來講呢，會造成其實在整個地區上，農業其實現在能力上面臨很大的一個叫做勞力斷層的問題。喺嘅農業縣的屏東縣，強壯人口細者為實質到農業人工唔拉，技術減多，產業近來漸無發展。屏東縣政府年初就提出燕南幣計劃，我用2年最多24萬的農業創業金來補助45歲以下的屏東人歸去屏東做農。農村啊，也要老人家進來更多，後生人呢，攏出外去賺錢。迄唔呢，是得利用農業的用迄類增產，用迄類提高品質，又使到講因哋事業唔要睇速度是講大筆賺的錢，也最終迄個目的。天一點呢，如果講後生嘅迄幾類呢，除了講伊睇木卡要也要填球啦，是得接承接以外啦，木卡老人家，即個也愛也可能多。所以45歲以下，大專以上畢業，還是喺屏東縣入學滿1年以上，就做得報名參加燕南幣計劃。通過審查，就做得參加研習課程，到縣內農場也係合作社實施，由專業嘅農民帶人來做，就唔是下下自家去吃自家去命，遇到1000檔問題唔點樣解釋。我們所有受訓的學員能夠完整的，而且得到我們長期性的培訓。那同時，你也能夠了解整個農業經營經過我整個季節的更替過程當中，所謂可能面臨的問題。那最重要就是你未來的行銷的通路，應有與原來的輔導的場所為最重要的學習的基地。因此，你可以透過他們成為未來事業的夥伴，也可能未來成為他們的衛星的工廠。爆滿太麻用嘅用酒就會好過咧。
农民管论好家私，夹强来割，该属数的囤贵重的用料割下来，再分做一套一套，则唔会比伊靠上。细心生意田边上茶，才能就送去合作社。呢批家庭高菜生产合作社，主要係屯農民所能割下來嘅用料，要必須嘅再送到北部批發市場販賣，也係外銷到日本。針對它的形狀哈，還有那個重量哈，還有皮膚，然後去把它做篩選。好，那它會可能會分成上級品跟下級品這樣子。本結構嘅用料，屯以幫廠裝上就準備賣到批發去。家庭高菜生產合作社，咪係越南比學員，做得顯出來也只嘅學嘅其中一個位數。用着路外對種子，哈，對都出貨，哈，從青椒到黃椒，哈，每一個過程有嘛，哈，都有去做過，哈，安尼對一種作物有嘛，都會有迄完整的體驗啊。啊，合擺，吼，像講愛種卡瑪多啊，吼，還是講愛種乜個梨葉啊，吼，都共用的態度去做安尼。雙語台同更加你是人說，吼，上愛做，唔係按用來做的，吼，確實都愛透過，吼，有迄正確的農業的觀念，吼，啊。可不可以有冇行嘅路過會重演啊？那能沙料研牛棚嘅係屏東市長翠產銷班第13班嘅班長陳慶雄，伊種係有經牛棚，還冇正式有好數，就已經本人做文強強嘅。古來亞家嘅野奶牛天時該合適牛棚嘅生長。對記錄資料來看，日本數嘅就有人種嘅。唔過光復過後，認證台灣人唔關心牛棚，個數見種見少。陳慶雄幾行年前回到故鄉做農，屯班人窮下打拼，屯市場規模家私嘅下尾將存到1公斤25元嘅牛棚，提高到已經賣嘢到8個元。再個屯歸來嘅牛棚生涯發展起來。這樣子的賽事是最好吃的，也是外銷規格最好的。因為它這樣的熟成度哈，大概只有7、8成左右，那它的纖維還沒有老化，這個牛蒡一折就斷掉了。本單喺台北做成建也被陳慶雄歸故鄉發揮嘢專長，創立牛棚嘅品牌，提高牛棚嘅價值，屯牛棚加工做出牛棚茶、牛棚酸吃也等產品，沒有做保健食品，希望創立到行卡上錢。其實台灣的農業可以更不一樣。好，那像我們這些年輕人回來，我們會開始會去規劃，好，去規劃我們未來這個農業走的方向哈。從原來從以前從事只是以生產為主的這樣一個產業形態，慢慢的我們會開始把一些像生技啦、食品的因素導進來，那讓我們的產業呢更加值，啊，也能讓它的獲利能夠更多元。黃梨為有好出產的，一球的黃梨甜度，醫生報道悄悄的供應，為生意提價後，66年4個資位屯小農結合，開始有計劃的生產，屯生產線的概念帶到農業，添出一套生產流程。本農民唔是在個面對農產品價時，一下被從生命安貴，一下被又跌到無價的運命。現在杜康數啊多嘅黃梨送到食貨場，分級包裝，黃梨王子各滋味，四輪對過期，無限輪屯黃梨送到貨櫃準備外銷。也只個係全台灣黃梨外銷最多嘅6梯合作社，去年外銷中國、日本嘅量就有700噸，今年按算我賣到1100噸。農村的基礎勞力它是不夠的。然後現在的老農也比較居多，我們的現在基礎勞力都是比較我們老一輩的長輩一些大哥大姐，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很缺年輕人願意返鄉，這是第一點勞力的部分。第二個，因為現在整個行銷的模式需要有一些青年的熱血帶進來他們的想法，對，去做整體上的再去重新再去
铺线，然后再去做重新的行销。各自为合作社多位工作人员，但是如係25到35歲，而希望打幫後生人的熱情同創新，同農業帶來成功。負責行政同網絡行銷新來嘅員工，就能對國外嘅大學畢業過來。到農村工作的話，一方面是因為我家庭背景的關係，因為爸爸是做農業，然後爺爺也是，所以一直來對農村方面都有所接觸。然後再加上我之前有去實習，然後是在城市，然後有點繁忙，然後我會覺得說可能生活的步調沒有辦法跟上，所以後來就想說，那來回來農村這邊做做看，說不定會比較符合自己的路，就是步調。一條產銷辦合作社如喺屏東縣內農業產銷唔係南嘅團體，每場中也以推嘅新農民，會提供機會本縣南邊嘅後人來實習，學本一定提也學到農業知識同經驗。你只要參加我們輔導場所的這些實習，每個月除了可以得到輔導場所給你的生活津貼，學習他們的整個專長經驗管理的方式，以及通路行銷各方面的這樣的一個難得的有他們非常好的傳統的經驗以外，那最重要的就是屏東縣政為你同時也儲值6個月就是6萬元的創業獎助金，那麼12個月就是12萬元的創業獎助金。在你未來獨立從農的時候，經營蔬菜瓜果0.3公頃，果樹類0.6公頃以上，那麼屏東縣政府將持續的減輕您在經營跟天災的風險，每個月還是繼續的給予1萬元的生活津貼的補助，那等於就是長達有2年的時間，是由政府非常長時間的來跟您做一些輔導跟培訓。有改險推嘅一啲農業，慢慢就改險推啲農業呢，利用溫室也好，也有改好嘅一啲行銷嘅一啲人講嘅方式，像有網絡啦，還是講我哋縣政府嚟天數講農業地連接。也要通路嘅時陣咧，一定後生嘅，而呢都是發揮，而呢人類睇都是有學到嘅一條東西來歸來，但係屏東縣咧也為農村咧嚟貢獻，也係親好一啲人講達標一啲方式啦，創業一啲方式。屏東縣政府提供按好嘅條件，想愛向後生嘅歸故鄉做農，是講單純係後生人上愛嘅咩？陸下專門屯研博爺爺學嘅女僕鄉民黃明賢。看到補助金案過，就來報名誒。爸爸從幾年前就開始在做這個播客的工作，所以我們這個播客現在也是算做蠻大量的。因為平常萬世路務農做到像阿尼斯朗說，還是烏卡路長期都是務農的習慣的啦，所以他對我來講，他有補助，對我們是一個保障。雖然你狀態好，即刻看得到最好啦。伊關係也安全啊，伊老輩唔點樣嘅啊。我會講講像做農嗰種公務發展啊，你冇咯？唔會啦，我上網做啦，係咪？你認真做應該是有飯食啦。唔過來做農唔係等等就有錢好落退，過頭2年咁短陣有用係。你會先在農場實習1年以後，基本上的一些農業的知識會有，可是沒有實作，所以第2年要投入到整個產地的時候，其實還是要整個合作社部分啊、產銷部分，還有農會部分，這些農場是要在全力去輔佐這個青年，讓他在這幾年的時間，那一個週期至少要3到5年，在這5年把他培育成從一個學員。培育得到成功，他自己是一個創業的老闆，對這一段時間必須互相一直在配合。一能比計劃672後人愛做2年計劃，也72種子後人為有帶頭嘅做養毛，來做屏東後生嘅歸故鄉工種卡頭期嘅人都很低。廣告設計地位做農咁短陣，想係到後生人歸故鄉卡腳頭下。一個農業的東西回歸到。其實是一個獲利面嘛。今天如果說從事農業上來講，它的獲利是遠比於他現在的薪資的所得，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利基可以吸引年輕人回來。更何況在整個農業上來講呢，其實台灣現在的消費環境上是屬於比較多元性的。那
农业的东西又是我们日常饮食比较需要的其中一个元素之一，它是必须在消费大众上来讲，它本来就是必须的。我觉得钱就是最大的诱因啦。你要让他回到农村，那可以去有生活的，我跟你讲，你要有生活的品质啦。那你至少要可以养家活口，对。那因为回来要组织家庭嘛，总不能可能一个人回来工作，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份你自己的事业，又要初期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了。那我们有一块田可以去做投资，是我们自己的事业，对，这两个要同时进行。前过上年，前进农业科技園區發現新台幣，喺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喺民國93年頭一擺招商嘅時節獻出嘅口號。到一下為止，園區度總共有82間廠商，去年產出超過40億元，按算到106年，會提升到 CP 客價到180億元。而在各創造農業嘅好光景，園區做對講就係屏東嘅希望。目前我们大概将近900个，那大概106年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升到超过2000个。我们园区呢是已经纳入自由经济示范区，那我们现在的土地的使用面积已经超过82%，那所以在明年开始，我们可能又要扩编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土地。那大概也是一样，106年这个开发案就会完成。开发完成以后，我们会增加大概80到90个厂商进来，所以这个整个未来的人口，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到大概4000到6000。對台北區到屏東開工廠嘅承建業者劉啟義，係頭一批落去園區嘅業者，用法嘅技術生產生物農藥囤皮料，希望打造出無毒安全嘅農業環境。當初政府規劃在屏東設立農業生技園區，我們的看法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向，因為我們覺得說一個專業的園區可以做一個產業配套，上下游整合。那所以我們才沒有在中部科學園區，而選擇在屏東農業生技園區進駐。屏東農業生技園區附近呢，就有平口泰、美福泰業、韓國高建泰煙受分期、韓國高時泰也都太好，而請人才該當唔係乜嘅問題。我們是希望從學校端這邊來，也就是說從學生階段的時候就讓他進到產業界，有一個建教方面的一個合作，也就是說，學生可以在寒假或暑假的時候就進入到這個藥廠，來實習。從產跟學方面兩方面來雙方面來配合的話呢，就可以為我們台灣呢建立這種人才培育的這個方式。對我哋屏東也顧落去嘅一個農業人吼，而係作為啲創業嘅機會啦吼，同廠商啦、無論政府啦吼，三方面產官學吼有啲合作嘅機會，對於屏東應該發通啦，或者吼會增加佢好啦，經濟方面會帶動我哋嘅一個經濟啦。自己本身就是屏東人，然後在想說畢業之後，在剛好有農科園區這個地方，然後它裡面也有相關產業可以提供我在所學上面的一個發展，然後又離家比較近。唔過從產業之案呢，很多家鄉式投入嘅人唔多，尤其而發現學生喺睇屏東讀書冇問題，不過留睇亞家嘅做事實係該大嘅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這些學生畢業後不一定會選擇留在屏東。因為在園區附近可能沒有一個很好的生活機能，學生畢業後，他可能會有另外一個階段，可能要結婚、要生子、要就業。就業當然這邊有非常多的就業機會，但是在另外一個這個階段的，比如說要找人生另外一個人生的伴侶的時候，他可能會面臨到這個不好找，而且在什麼約會也沒有很多的好的一個地方。園區度成法官唔理片，將一間傳統同便利商店，劉啟義限體公司可以員工傳統，至少員工唔是受當主愛去內事愛是乜嘅。你的生活條件的問題，可能不像市區裏邊那麼
那么方便，然后交通的问题，所以有些他到城市里面去以后，他就不太愿意到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来。但是这种情形在未来是会改观的，因为我们的公共设施我们会去加强。而前條路無按改，生活機能又未改好，後生人見對撞擊下，使去太都市，使至到屏東嘅人口成長率，連續10年冇成長，還漸來漸少。因為我們也受到整個全國高齡化跟少子化的影響，包括屏東整個農業的發展，導致跟地理的因素，讓我們就業機會可能有受限。但是在這幾年來，在都市裡頭，事實上生活居住，包括租屋各方面的消費，事實上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因此，我們也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問題。那加上這幾年的極端氣候的變遷跟糧食安全危機的概念，那也讓更多人去重視到擁有土地以及農業的重要性。從原來從以前從事只是以生產為主的這樣一個產業形態，慢慢的我們會開始把一些像生技啦、食品的因素導進來，那讓我們的產業呢更加值，也能讓它的獲利能夠更多元。那我相信現在年輕人追求的就是一個穩定的工作。那如果在農業上來講呢，透過年輕人回來，讓我們的產業更加值的話，我相信賺了錢，年輕人就會留下來。台灣薪資冇成長，有後人同窮苦人所漲，漸來漸大漸厲害。睇都市而落實下個艱辛，睇糧食危機同新型農業漸發展下，農業做出同頭擺冇共用嘅，一下做得講係有前途嘅產業嘅，係講沙準也擺機會，屏東人貴固強，而無人在個世照，冇天錯，唔係夢。